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6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6页。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8节，就是解说甲性相如如。无不定时啊，就是解说甲迄个所在。即马说的呢，就是要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一本无逆但以下35字，只因思敏其原来随随开决。一本就是讲。另外一本的六祖坛经，因为六祖坛经所流传落来有几多种不同的版本。在这个所在就是讲，另外再一本无有迄个逆但以下35字，所以就讲做逆但以下35字呢，就是咱这个所在第7行。逆但心如虚空，不得空见；应用无碍，动静无心，凡成静妄，灵所其名。性相如如，无不定时啊！这两种就是有35字，所以就是讲另外一本是无这35字。那既然无这35字，这个内容又是如何呢？讲只因思敏其原来随随开决，就是讲将迄个思言生如所见。即马说的就是讲思敏其原来随随开决，意思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来问帝弘，帝弘呢就将贤彻大师所甲讲这话拢做即马呢，甲伊报告互六祖了解。所以六祖就甲伊讲，诚如所言就是讲依照你所讲这个无毋对换一句话讲，就是讲。贤彻所甲你讲的道理呢，这真对啦。遐了后呢，六祖慧能大师就敏其原来，随随开决。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对于帝弘遐尼正远来生起怜悯心。下面这个随就是讲结果这个随开决，下面这个随，第二个随就是讲随下意思。开决就是讲该开始，该决断伊内心的基本。意思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看伊讲这个帝弘伫遐尼正远迄个所在来，也内心呢就非常的自卑结果呢就来该开始啦。来甲决断伊心中之意，安尼才名叫做讲做随随开决。下面弘伊是大悟，弘伊是大悟就是讲即位帝弘禅师，因此呢就大悟。这个大悟就是讲大大的了悟意思。这个悟有小悟，有大悟。依照禅宗所讲，就是讲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呢就不悟。就是讲对佛法，若是有小小的疑问就会当得到小小的开悟。若是有大疑问呢，会当得到大开悟。甲恁讲对佛法是完全一点仔都无疑问
安尼就袂当互来得到开悟。这位帝皇因为过去伊用功已经20年，也可以讲就是对什么功夫啦。虽然是还未彻底的了悟，确实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有相当的基础呢，伊的错误的所在，经过显切来甲伊开示，伊随时就会当互来得到体会。搁在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所在呢，受到六祖慧能大师来甲伊对这款的开示呢，因此就大的了悟啦。才讲做弘伊是大悟。迄边讲义修炼所得心都无影响。讲这个20年所得心，这个所得心就是讲有所得的心。那这个有所得的心呢，应该是违背了无上的真理。这个有所得心就是心中有所执着这个有所分别名叫做讲做有所得。这个有所得甲迄个无分别的就是相反。在《涅槃经》原来伫咧讲无所得者，即名为非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讲即个无所得就名叫做讲做非，就是讲智慧啦。即个有所得呢，名呢就叫做无明。搁再讲有所得者，名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呢所以有所得。这个菩萨呢，永远断一切生死，所以呢，菩萨名叫做讲做无所得。在这个所在，就是讲这位帝皇在过去20年来有迄个有所得心。这个有所得心呢，无影响。这个无影响意思就是讲，也无有影，也无有响。这个影呢，就是讲有一个形，就有一个影啦。也有迄个声呢，就有迄个响；有声音呢，就有迄个响。虽然普通就讲做音响啦。这个影就是讲做形影。既然叫做讲做无影无响，就是讲拢总无去的意思。在前面，因为这位帝皇伊参悟做了后呢，自己入面讲已经来得到证受，所以结果呢就暗记中做这20年。伫个所在坐禅20年，在坐禅20年迄个时阵，这位帝皇也认为讲禅定是有入有出。换一句话讲呢，伊在所在用功是一种的有所得心，毋是到甲迄个无所得的所在。经过显切来甲伊开示。搁再经过六祖慧能大师来甲伊开示呢，这位帝皇在20年来所修行迄个有所得心到这个所在已经是一无所有了。就是讲会当好得到迄个无所得觉。所以这名讲做都无影响。迄边讲基业河北事事。闻空中有声，因红禅师今日得道，风后烈士复归河北，开花树脚。基业就是讲在迄一暗，
迄一暗就是指讲，这位智宏禅师来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由六祖慧能大师甲伊开示，得到大开悟。迄一暗，讲在迄一暗的这个河北的遐个事事面顶迄个书呢，就是咧指读书人。下面这个书就是市民，就是讲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就是讲在河北，无论是讲有学问的啦，或者是讲一般的人啦，闻空中有声，讲因呢拢是听到在这个空中有迄个声音。空中什么来讲呢？讲弘禅师今日得道，就是讲这个智弘禅师呢，今仔日已经得道了。在以前啦，伫河北这人，当然也认为讲这位智弘禅师是一个相当用功、相当有修行的一位高僧啦。到这个时阵呢，更加呢，听到在空中有音声，就是讲智弘禅师已经得道了。下面讲方孝烈士复归河北开发思想，讲这位智弘禅师以后就来礼拜，就来辞别，向六祖慧能大师甲顶礼，甲拜辞了呢，就复归河北，搁再倒转去河北的所在，开发思想，就伫个所在来开始来教法佛门的思想弟子。因为伊来六祖慧能大师这个所在已经得到大开悟，也可以讲就是已经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得到六祖慧能大师的法了，当然呢，伊就爱搁再倒转去北远的所在来去教化众生。因为在北远的所在呢，迄当时阵南方顿教禅宗法门还未传起，所以呢，伊有需要倒转去教化，所以才讲做复归河北来去开发。这个思想应该就是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出家的男女众，以及在家的男女众。出家就是比丘尼咯，在家就是优婆塞优婆夷，就是佛门中的思想弟子。即嘛讲到这个所在呢，就是将六祖慧能大师对智弘开示的这段解说了。事实上在这段内底前面一段真大段呢，拢是这位贤彻大师甲智弘禅师两个人的问答，但将贤彻大师对于智弘禅师问答中也会当看出六祖慧能大师的禅的道理。因为这位智弘禅师来问六祖，问这个贤彻大师，讲六祖到底是以什么为禅定啦？迄当时阵，这个贤彻大师就甲讲五师所说是妙谈圆寂，体用如如。乃至呢，搁再甲伊讲甲讲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那这个道理也就是讲，这位贤彻伊在六祖门下做六祖的弟子，对六祖所传的禅法呢，已经是有得到了。所以才会当好将六祖所开示这话呢，自然的来搬来甲这个智弘禅师来说明。所以从这个所在已经会当好了解六祖慧能大师的禅法到底是啥物。下面一经文殊言，方梅意志，心魔人德，私因会佛法人德，正因互相还德好，私因我不会佛法。一经文殊言，一经就是讲有一个出家人，在这个所在呢，
是无知讲即个出家人到底是虾米人啦。讲有一个出家人呢，就来问六祖慧能大师。怎样问法呢？讲红梅义子啊，什么人德？这个红梅义子什么人德？就是讲红梅五祖弘忍大师伊的义子这个义子就是伊的种子的意思六祖慧能大师所得到的当然就是五祖的法咯。也其中呢，有一个出家人来问慧能大师，讲在红梅山五祖弘忍大师伊的种子，到底是虾米人得到呢？就是讲，虾米人是去得到红梅弘忍大师的法呢？师因会佛法人德，师就是在指慧能大师啦。慧能大师就甲伊因啦，讲会佛法人德。这个会呢，就是体会意思，就是讲会当来体会佛法迄个人就是会当得到。会当来体会佛法迄个人呢，就是会当来得到弘梅义子。这也可以讲，这位弘忍大师伊的法，就是甲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开示的佛法啦，完全是同款。所以你要来得到五祖的法啦，你必须是一个有体会佛法的人。我再甲讲做会佛法人德，正因互相还德好。这个出家人就搁再问六祖慧能大师，讲你和尚也是毋是有得到呢？就是讲你是毋是有得到五祖的法呢？师因我不会佛法。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啦，讲我呢根本就无体会佛法。在这个所在，讲我不会佛法啦。若是咱约较浅的甲看起来，只是会当互咱家想起讲，六祖慧能大师是真客气。本来六祖慧能大师伊正来得到五祖的法，伊却是讲我袂晓佛法啦。若是约较浅来讲呢，即句就是等于讲我都袂晓佛法。因为我袂晓佛法呢，所以我无得到弘梅义子。若是讲约浅的方面讲起来敢若是这个意思。不过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我不会佛法”，这个不会就是超越了会不会的迄个境界。这个会就是讲体会啦，不会就是讲袂当互体会。若是咱一般的凡夫众生，因为无智慧啦，所以对佛法呢无法度体会，无法度体会就是变成不会咯。假如我若是根基较赖的人啦，会当互来体会佛法，那就是叫做讲会啦。你这个不会佛法固然是毋对，但是你体会佛法，有一个讲我体会佛法的这个心，那这呢，照讲起来呢，也是毋对。因为一旦讲体会佛法，那变成啦，就入有一个凡夫，有一个圣人。当其时呢，变成有一个转未开悟的法门伫迄个所在。所以讲来讲去呢，变成拢都是这种的内心的分别。咱要来了解佛法，就是爱到甲迄个无所得无所悟迄个所在。你若是有一点仔仔入面讲我已经体会佛法啦，有一款的有所得心，那完全呢就是内心的迄个染污。
所以伫遮六祖慧能大师讲五不会佛法啦，就是超越了体会甲无体会，将迄个体会甲无体会拢超越迄个所在，甲讲五不会佛法。这个五不会佛法的意思也正正就是讲，我呢对这个佛法呢已经是无所得，对佛法已经是无所悟啦。因为这个出家人是问讲啊，你是毋是有得到啦？假定讲六祖慧能大师甲讲有啊，我有得到啊。也若安尼呢，是毋是落在迄个有所得见啊？就是讲我有得到佛法，伊这个观念，只起一个讲啊，我有得到佛法啦，伊即款的分别妄心呢，这已经就是有迄个错误伫遐。所以只有出家人，伊所问的，可以讲就是只是在真正浅显的所在。但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该应答的呢，却是应答的真正深。比如讲咱直直问人啦，讲啊某人伊的法啦，比如讲啊某一个高正大德的法啦，到底是啥物人有去得到啦？咱就该讲啊。凡是会体会佛法的人，都会当得到啊。安尼结果呢，就变成有一个来得到佛法的人。你有得到佛法啦，变成就是一种有所得见。这有所得见，这是不对。因为做慧能大师，伊已经自己了悟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结果呢，就是到甲迄个超越了有修有证，到甲迄个无修无证的境界去。那既然到无修无证的境界，佮问伊讲，也回想你是毋是有得到法啦？当然伊就讲我不会佛法，因为是不会佛法呢，也就是讲无得到法的意思。因为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甲讲做会佛法人得啦，变成一个有所得。即摆呢，就是超越了这个有所得见，到甲迄个实实在在的无所得的境位，所以才讲做五不会佛法。咱对这款的深的意义呢，当然啦，有需要去甲体会。下面四一义欲作所修之意，义无美传，因自是效五理喜。见山林繁茂，随其盘旋；思真实，独地转应手而出，即以为知。乃为切观于实相。即段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一个名叫做方便，对这个人的说法在前面啦。就是说法前的一段因缘啦，四一日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有一日欲作所修之意，就是讲伊呢想要来写伊所传授落来迄个意。这个意是啥物意呢？就是五祖弘忍大师所传予的祖义啦。这个祖义呢已经用真久，藏真久，可能已经有垃圾，所以想要甲摕来写写咧。但呢，无有这个美传，这个美传就是讲真正好的迄个泉水的意思。就是讲伊虽然要来写这个意呢，确实找无迄个真正好的泉水来写。为什么要将这个真正好的泉水来写呢？因为伊真正就是真正宝贝的法医。这个宝贝的法医若是讲用个普通的沟仔水去洗这个沟仔水呢，毋是清气的，因为对于迄个面顶流倒落来，也在较水头迄个所在，人是毋是有洗物件，或者是讲倒啥物垃圾落去，根本都毋知影啦。咱过去无像咱现在是讲用自来水，咱过去尤其是田庄人拢用迄个沟仔水啦。这个沟仔水呢，是对迄个山里遐
流落来也入去大溪啦，入去即个沟仔啦，大条沟则佫分即个细条沟，伫咧水源头直直流落来。但是直直流落来，在即个中间啦，流到较下面，水已经拢是垃圾，因为咱较早无像咱即摆的即个设备，无自来水啦，所以一般的田庄人，无论是洗衫走去沟仔间，洗什么垃圾的物件走去沟仔间，甚至呢，迄个垃圾的物件洗过来，甲倒对迄个水内底落，所以自即个流落来变成一种垃圾水。即个垃圾水摕来洗即个袈裟，是毋是对佛法无恭敬呢？所以迄当阵六祖慧能大师找来找去，找无即个美泉，就是讲无即个好的泉水所以结果呢，伊就到较真远的所在来开拓一个迄个泉水出来。下面就是要讲即个意义，注意听清听讲。因为咱今仔节目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就讲解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